直至菩提永归依。我以所修文化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那好像全部都忘了。然后你看，确实忘了。开了机就关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谈一些什么？这个月怎么样啊？这个月蛮不错。对，就是刚过去吧，从这边坐飞机到那个本格勒，再想从本格勒买一些什么东西带回色拉，他一直在本格勒逛来逛去，逛了半天，接着上车，所以晚上差一点没有人落回到那个色拉了。对，就是那个绕来绕去很花时间，所以就一直在想，哎，很后悔回到那个印度。对，就是折腾2天啊。对啊，就觉得哎，干嘛要回来？这么麻烦这样。对，接着就到色拉，到了色拉之后嘛，蛮热了。对。可是问题是说，弟弟他们的话好像很忙了。没人理你吗？对，没人理我。3餐2餐，到处都可以吃了。或者就是说，他们好像一大早人就不见了。对，过一阵子会回来，那接着又不见了。那晚上自己睡吧，睡到反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也不大知道，可能就是12点左右才会回来。对。很拼的，那大概就是一直这个样子。后来找到了一个客人，对，就是游学到色拉的一个客人，还好了，我们2个就，对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。那接着的话嘛，对，就是去会同学啊、老师啊什么的，那个时间也不是很长了。对，所以蛮好的了。大概就是这样。那去学校啦还是什么？以前就是我爸爸认养了一个小孩，有在学校读书了，就去看他，帮那些小朋友买一些礼物啦什么之类的。接着的话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，对，就是开了一些同学会，开同学会，吃饭这样。对，接着的话就供养色拉节，那康城、奥斯，老师啦什么的，就有很多时间了，所以功课啦那些也做得蛮好，在台湾的这些年。好像也没做太多的功课，必修的不得不修。不是必修课的话，就搁在一边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当然补不起来了，但是就做了蛮多就对了，大概这样。所以蛮开心，也很轻松，非常轻松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他改变很大了，好像有点不认识了。对，所以也没有做什么运动，可是从我住的地方跑到老师那边，大概就差不多了。对，再回来也是一样。
我要走很多路，沙拉太庞大了，6、7千人的一个寺院吧。对，可是问题是盖的时候，几乎最高也只盖个3层、4层吧，3层楼最高了。那大殿可能有4层啊，还是什么的。但是一般那个僧房好像都是2层到3层，所以就是铺在那个地上，就非常庞大，就对了。对，反正以前那些老人家到色拉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好像有190个人，印度政府发给他们很大一块地方。那现在全那个农田了，那个时候是发给他们做农田，那现在全部盖上房子，还不够，还要买那个印度的地，因为盖一些疗房，接着的话就是围一圈，种一些树啦什么的。从远处看过去的话，看不到太多的房间。可是问题是说，下面满满的吧，反正那个地很大就对了。对啊，所以走一走就，好像变成蛮很长的运动了，好像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又会觉得应该来。应该每一个月都来一下，对吧？回来的时候就想到我要坐车那么久怎么办？对，问题是说回来的时候就没有，也是逛了。回来的时候就早上6点左右吧，就坐车。对，可是很快的就到了本格了，可能只花了4个多钟头吧。可是刚好本格罗那边有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？不是，就是我们这边不是有很大的那种商店吗 ？Costco 还是家乐福嘛，就是大卖场就对了。对，所以他们想去，我也跟着跑。那真的是大卖场，非常非常的大，大到不行。可是问题是说，那个大卖场有点像那个百货公司，里面的东西非常非常的贵，而且进去的时候很多道门就是检查了，跟进机场一样。搜身检查一大堆，每一家店面前面都有警察啦什么的，也要搜，出来的时候也要搜，对，但是就是很大，东西还好，只不过就是非常的贵，杂七杂八一点点就非常非常贵，大概这样，那个里头就逛了个2、3个钟头，一出来马上吃饭就快差不多了，要到了机场。到了机场的话，就觉得，那个护照吧，对，我的护照是印度发的，问题是说发的地点是东京，那我又在台湾，所以我知道他们在问什么了 ，Tokyo 什么的，可是问题是说没办法跟他们讲那么多，就耽误了一些，大概就是这样。1个月就是这样过了。好，那地道的课呢，该怎么讲？就是我们上了蛮多的课了，可是问题是说我们基本上常常比较重要，或者是说常常不能忘掉的，可能就是皈依发心啦这一类的。像我们做这些功课什么的，有很多赞颂嘛，对不对？蛮多的赞颂的，可是问题是说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就好好的观想这个皈敬来修这些，会变成蛮好的一件事情。总之，这个事情好像是比较不能忘记就对了。所以无论你在修什么，比方说我们学广论的，其实如果不是的话也没有关系。总之，像我们讲那个6加行的时候。就讲了很多，对不对？讲完了，大家好像也忘得差不多的感觉。对，但是可能的话，就变成好好的观想一下那个十方的诸佛菩萨、三闻独觉等等，反正就是一切善众就对了。对，那个用内心观想，这个其实是蛮快速的，所以稍微念
念一些什么的时候，心里头稍微这样想一下，就是蛮好的，就对了。对，那想这些之后，该怎么讲，就可以把皈依的那些境，就是拉回来，浓缩到头顶，变成自己的师长啦，还是什么，或者是说宗大师啦什么的。观音真宗大师在头部嘛，对不对？头顶上这样。对，那接着的话就观想那个中脉，中脉、左脉、右脉这样。对，可是那个中脉的话，就把它观想得很大，了解吗？就是好像一个筒子一样。对，虽然我们头上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大，就是容易进去就对了。对，那心间吧，我们的心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观修的时候，可能心就在中间。对，总之心这边，我们会说有红白菩提啦什么的，反正就是说红血球、白血球，是不是这个不知道，类似那样的一个状态。总之就是可以让它变化成莲花。对，那再让头顶的中大师像，慢慢的从中脉进入到这个莲花像上面，这样对吗？再用那个莲花包起来。对，那个莲花的话是非常洁净，水晶了，其实水晶这样。对，那该怎么讲？总之就是那个脉里头有，用我们的话来讲，脉里头有血液嘛，对不对？红白血液，那个血液的话，就把它弄成了那个莲花。对，那里面的话有我们的心了。对，事实上有我们心的那个位置，就是宗大师的那个位置。这样可以吗？对，所以就会变成我们的心跟宗大师的，就变成融在一起，对，同一体就对了，同一个体性，同一个本质，这样。对，如果可能用这样一个方式去修皈依发心啊这些的话，这个会有很多的意义，就对了。非常多的意义，像我们汉传不是常常会这样讲一些明心见性啦，等等嘛，对不对？或者修止观的时候，观自己的什么，反正那些美妙的句子我也讲不出来，总之是观心的。对，那些其实意义都会在那个里面会有就对了。不仅这个样子，而且也是在观想一个皈依的境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像明心见性啊这些纯属世俗的心，观想这些部分也会具备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那把师长放在自己的心里头啊，这样的一些内容也会具备。还有就是说，自心与本尊同体吧，这个在密续来说算是，不能说算是吧，反正就是说是非常重要的修行内容。那我们通常会受很多的灌顶，那灌顶的情形大概也是差不多了。问题是说，灌顶的时候或者什么教授的时候，像我们的六加行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很简单了，就是像师长修那个静心、皈依心这些，只是这样而已。问题是被我们就是详细的去剖析的时候，就讲很多，那弄到最后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修了。这边是怎样有问题，那边是怎样有问题，就没有修好，会变成这样一个状态。如果简单的话，就常常就把师长想在头顶，或者是说想在心间，想在心间可能会比较好，就变成跟自己的心同一体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像往生或者是等等发生任何事情，对师长或者是本尊的跟自己的心同一体的话，都会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会非常的好就对了。对，所以呢，像佛菩萨吧，佛菩萨跟我们说远，是不是很远？好像很遥远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很修也修不好，学也学不好，反正什么都不好，没有什么好的地方。那我们讲的那个佛菩萨嘛，就又是好到极点的这样一个状态，而且到处看也看不到嘛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像会长他们这次去大龙沙拉看，他有看到吗？这样应该有看到，没有了。我说我舟车劳顿啊，他们的那个舟车更会劳顿很多。对，对啊，那当然就是说法王如果不是观世音的话，可能很难再找到哪一个是观世音了。对，问题是说，因为我们自己的关系呢，所以看到的法王也就是那个样子。对，像本人的话嘛，迁到哪里都是本人，会变成这样一个状态。但是问题是说，我们都是一直往外找嘛，对不对？一直往外寻求资源，这样。那外面有没有资源？当然会有了，但是重点的资源全部都在我们的自己的内心了。所以我们自己的内心这边完全不去管，就一直往外寻求很多很多的方法，其实完全没有办法寻求到什么的了。从这边远远的跑到达拉萨拉。能够听经闻法，听的都是那么殊胜的法，是不是很殊胜？当然很殊胜。那有少数的人更荣幸的可以直接去跟法王聊上几句，是不是很殊胜？是很殊胜的。对，问题是说聊完了有什么变化？其实也没有了，就是蛮高兴这样。对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也可以很夸张了。我们家乡有一个，老人家，这次在沙拉听到的笑话了。这个老人家就是很爱说大话。对，那他好像就是去见法王。对，所以他就是有点类似，就是讲的是阿弥陀佛了。阿弥陀佛，法王是非常非常有名气的。法王很有名的。对，法王真正法王是非常有名的，不是了，虽然很有名，他讲的是这样，法王虽然是很有名的，但是我跟他在同一张桌子的两边也讲过话。反正我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大家都很习惯，也很怎么讲，就是有那个习性。一直把自己的身份往上调，对我做了一些什么啦？该怎么讲？我是什么身份啦？我哪里有一些不得了了，还是什么？这方面其实修行，它的反面其实就是修行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广论，就觉得讲了好多。问题是说这个只是看而已，对，没有去修了。回家之后就。今天要好好的看广论啊什么，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功课，就去看，看完了就没事了。对，问题是说看到人也好，自己在家胡思乱想也好，等等，其实就是在真正的修，不是修行了，要说修什么？修烦恼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修烦恼的方式就是跟刚才一样啊，见到人也是千方百计的，就讲一些。自己的，反正就是说，把自己往上调就对了。对，那自己在家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就变成用很多方式看如何能够调整这些了，还是什么？对，其实反过来，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贪啦、嗔啦什么等等的过失啦什么的，不是看书，看书算是看书吧，我们。应该把它归类到文思，对。那如果静下心来，烦恼真的有问题吗？或者是我们真的要亲近师长吗？还是什么？用自己的方式去思考这些，对，真的有必要吗？还是怎样？就是用正面这样一个方式去思维的话，这个其实就是叫做修行了，对啊。所以广论里头会剖析很多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宗大师的剖析，当然我们要跟着。这样一个模式去思维没有错的，问题是说这个比较打动不了自己的心，反而是可能的话就是静下心来，自己去用自己的方式思考，这样的话经教就会
很多地方都会连贯起来不说，而且会觉得非常的真实，非常的讲得对，等等等等。对，总之就是，所以除了修行人之外吧，其实都还是在修了，只不过就是修的是烦恼。那修行人也是一样的，一边在修烦恼，一边在修烦恼的反面佛法这样。对，那我们上了太多的课，问题是说不了解这样一个情况的话，就会变成很麻烦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会这个样子了。总之就是两个内容吧，就是说佛菩萨好像离我们很远的感觉，对，非常遥远，到达拉萨拉也看不到。其实跟佛菩萨握手好像也感觉不到，真的是在跟佛菩萨握手还是什么？但是真的跟佛菩萨握了手，其实只是高兴，那没有什么熄灭贪嗔痴啦、熄灭烦恼啦这方面的一个什么的话，也变成一个虽然见了佛菩萨，可是没有起到见佛菩萨的功效的感觉，这些都会变成很奇怪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事实上真正见佛菩萨的方法，可能是在山洞自己一个人，也没有网络，那这样的话或许才会真正的见到佛菩萨的感觉了，对。所以这样谈的时候，佛菩萨就会离我们很遥远了。但是问题是从另一方面去讲的话，佛菩萨其实离我们非常的近，而且是完全脱离不开的了。像《普贤行愿品》里头讲的，一尘什么一？对，一尘还是一尘的，对，尘很多，对不对？一尘树上，尘树。佛是吗？不是了。但是问题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对，总之就是说，像佛的心跟气其实是同一起的，没有办法分离就对了。心跟气走在哪里都是一起。对，所以心到哪里，气就会在哪里；气在哪里，心就会在哪里。那佛菩萨我们会说他是骗子。对，即使是有部经部，他们也会说是一切智，知道一切。那唯识啊、中观啦等等往上的话，那更是骗子。对，所以他们的心涵盖一切所知，没有所知。像我们广论不是谈嘛，很多人的那个心跟所知都是搭配不起来的，所知太大，心太小。可是你的心跟所知是完全该怎么讲契合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的每一根头发，每一根不能说每一根啦，就是每一枝嘛，每一酶嘛细胞，每一粒细胞，每一颗细胞，对啊，其实都跟佛菩萨事实上是分不开的。对，所知有什么，佛菩萨就在那边。对，所以我们的心里头，不是说我们的心是佛菩萨，但是我们的心的每一颗细胞都占满了观世音菩萨、大威德金刚等等等等。对，所有的佛都会在我们的心上。那这个是一个事实了，完全是一个事实。所以事实上，我们的心跟佛菩萨虽然不是同一体啊，但是站的位置是完全在同一个地方，每一尊佛都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坚信自己的心的这个位置，就有本尊佛菩萨嘛，对不对？那个自己要选第一个。如果是宗大师的话，是宗大师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那我是觉得就是说，常常念那个东帅百尊，来讲宗大师。那有时候会念度母咒啦这些啦，那没有关系，就是说宗大师心间画出一个度母，是度母咒的时候就一直是度母咒，宗大师就在那边，同样也有度母，这样可以吗？那要念六字大明咒的话，同样观世音菩萨。对，那如果可能的话，就是说自己的怎么讲，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啦等等等等，以及别人以及这个场地
整个3000大千世界都是佛菩萨的净土，这样，那至少就是常常把自己的心想成是这样一个本真的心，这个会变成非常非常重要就对了。对，那吃饭也好，穿衣也好，洗澡也好，等等等等，都类似在做一个供养啦，类似都在做一个修行啦什么。这些细节方面，这样自己去想，可以想出很多细节。只不过就是说，心跟佛菩萨不要离开，就觉得自己的心确实就是佛菩萨。有时候好像会变成妄语嘛，对不对？不能说我的心是佛菩萨，这样讲给人家听，对，这样会变成妄语了。但是问题是自己可以坚信，至少我内心存在的地方，就真的有一切的诸菩萨，一个都没有。怎么讲？一个不落的，全部都有就对了。对，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挂很多很多顶，这样的话可以接上很多的好的法缘。但是问题是说，因为我们自己的根气也好，还是说我们自己的精进度也好，反正都是你哪了你就哪。对，所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。那皈依发心的时候可以这样皈依发心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先想就是说满天都是皈依境，接着就是说都来到自己的头顶，转化成中大师什么的，接着就是从中脉进入到心间，接着永远在自己的心间。那以后再修的皈依，接着发心嘛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同样就是想融入接着融入到自信的中大师，一直这样可以吗？对，那自己有一些魔障也好，觉得有一些什么问题也好，觉得要，总之要集资也好，要尽罪也好，等等等等吧，都用这个来处理就对了。总之，我们就不是叫做那个噶当派吗？对，噶当派不是什么几个本尊啊，4个本尊嘛，对不对？3藏。噶当派最崇拜的是3藏，跟4个神吧。对，那佛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导师了，所以必须要拜。对，那接着观世音是因为大神，我们是修悲悯的什么的，慈悲啦这些离不开观世音。对，接着的话就是说很多事业方面。就是变成我们有走运的时候，有不走运的时候，反正就是拜托佛来帮我就对了。那个时候就祈求度，因为她是女子啦，所以比较容易感动，所以讲不好的话嘛，因为她的本性上面有点，好了不讲，你知道在讲什么吗？知道。那讲好听的话嘛，她就是比较不会那个视而不见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，所以会祈求度就对了。对，还有就是说那个叫什么金刚手，对，所以不会拜那么多，但是问题是说，什么都能够成就就对了。那我们虽然拜了很多，可是成就不了什么。那当然以我们的努力度，以我们的这种情况是比较难就对了，但是问题是说，用简单的一个方式，这样的话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吧。我觉得很多书生的师长、书生的法去接受是应该的，对，那修不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但是就是说找一个适合自己，比较既可以简单又可以。该怎么讲？又可以比较，把它，就是说，要广修，要略修，都能够修。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去修的话，会有一些成绩出来。要不修一大堆，又都不熟悉，又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。就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很多本尊的观点啊，这些我们其实根本不了解。
先要怎样，后要怎样，忙半天，其实没有达到任何的效果。这样的话会很奇怪就对了。对，所以总之就是说，很多了，印度也好，西藏也好，汉地也好，就是修观那个心啊，观心这样的一个修行，跟修本尊的这样一个修行，都会非常非常的提倡就对了。但我们可以把这些结合在一起，用这样一个方式去好好的念皈依发心也好，是度母咒也好，六字大明咒也好，全部都用这个来处理，这样对吗？这样会比较好就对了。对，那用这样一个方式修的是什么？修的其实就是地道了。地道会变成非常非常重要。地道其实涵盖的，我们通常不是说236庄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地道的这个图纸吧，其实如果追究上去的话，当然是佛典，可是就是说比较直接的，就是236庄严的这些典籍。对，所以236庄严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地道那么重要，其实完全就是这个。那地道我们看过去不会很难用白话啦，又那么简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这个就整个就是该怎么讲，可以很稳固的奠定佛教的很多的看法。因为事实上我们没有学过这些大经大论的，或者是说就算学过大经大论吧，如果没有学过地道啦这一类的东西的话，其实对佛法是有非常大的偏差的。对，特别是在台湾可以该怎么讲，就是可以说非常深深的可以感觉得到，根本不了解佛法是这么一回事。可是就是说自己当然会有很大的自信，就觉得自己了解啦，或者是说什么一大堆。对，因为比方说一个物理学家嘛，对啊，如果看到人家讲一些稀里哗啦的物理的一些什么，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会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。对，所以像神通或者是什么等等杂七杂八的，其实说没有嘛，纯正的佛法里头也会有了，什么都会有。对，可是这些能够代表佛法吗？也不能。对，所以这些界限就是不通地道的话，会很难区分的啦。西藏佛法是什么？布达拉宫、天马旗，对不对？挂一大堆，讲一大堆，这个能够招财，那个能够吉祥，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，对啊。那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佛弟子的话，会这样吗？其实也会的，也有这种机遇力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就是说，这个跟佛法有关系吗？一点关系也是没有。对啊，其实种种的很奇怪的一些现象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看看，就是常常会发现所谓的佛法是什么啦，要怎样修啊，要如何啦什么的，很多书本或者是很多开示的场合，每个人都会讲一大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离开地道的话，其实都不是了。对，所以都要在地道的这样一个架构当中去做这些事情。对。那地道里头给我们讲的是什么？其实讲的就是皈依发心这些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地道其实讲的就是皈依发心嘛。那皈依的话，像我们以前讲过，其实皈依我们都会说皈依三宝，可是问题是说基本上没有把法宝跟僧宝想在里面。对，皈依三宝的时候想到的只是佛宝、佛菩萨，其他其实没有想太多。那这样的时候，其实也失去了皈依三宝的意义的感觉。反而如果想到法宝的话，要皈依灭地、皈依道地，这样的话才会完全的正常过来。那在这样一个层面当中，其实是法义跟皈依三宝其实就结合在一起了，就没有什么差异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至少可以想一下，我们已经相信了道地，相信了灭地。
那相信道地灭地的话，如果不了解这个道次第，行吗？不行的了。所以五道十地的这些，总之就是道地。了解道地之后，你要相信它，相信它之后，你还要去皈依它，对，就会有那个皈依出来就对了。所以皈依没有地道，好像皈依也皈依不起来，根本不知道皈依往哪里去皈依嘛，对不对？就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就对了。那发心也是一样，对，直至成佛，反正就是我要成佛还是什么，为你有情愿成佛。对啊，我小时候吧，就是一直把佛想成孙悟空一样，有很多变化啦，可以排山倒海啦什么之类的。男生嘛也喜欢武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追求的佛菩萨的那个果位，大概想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。对，可是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情。对啊，所以这些也都牵扯到地道，完全跟地道一致就对了。对，所以变成，怎么讲？我的意思很简单了，变成像很多场合吧，我们在生活里头好像就是缺不了花钱。对，吃东西也好，买东西也好，反正就是租房子也好，反正都要用花钱来解决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同样我们佛教界也是一样，就变成这个习气带到佛教界。我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地道里头讲了什么，福慧二资粮，福慧二资粮，反正成佛要福慧二资粮，这个大家都能接受。那福慧里头又有一些什么？慧是什么？智慧方面，讲了很多嘛，对不对？福又有什么？对，真正的福讲的是菩提心啦、出离心啦这一类的，悲悯心啦这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要积的是这个部分。那花钱能不能积这些？能啦，不能说不能积，是可以，但是我们好像就是说太侧重在，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周遭全部都可以用花钱来解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好像顺理成章，所以变成该怎么讲？我觉得啦，就是真正的话，就是自己想一个本尊来皈依，是这个样子。对，问题是说自己太忙了，所以我就供养师父，师父你帮我做这件事情。对，意思就是说你帮我皈依嘛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了。你帮我发心，你帮我升起那个出离心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对啊，那师父也答应，帮你修出离心这样。那师父当然自己可以修那个出离心的了，但是那个当师父修出那个出离心的时候，那个出离心真的会爬过去你的肚子里头吗？其实那个大家都知道不行嘛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不行的话，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去做这件事情？反正想想会很奇怪的啦。虽然很奇怪，但是问题是我们佛教界佛弟子们其实很喜欢做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花钱做这些事情不是说绝对的不对啊或者什么的，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有地道的概念。对，那成佛要有福慧，佛里头福是什么，慧是什么？那真正的佛其实就是出离心、菩提心了。那出离心、菩提心这个要怎样才能够让他来到自己的，要说肚子里头嘛？对，这样下去的时候，其实管道很多了，方法可以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问题是说我们的很多方法其实就跟那边比较不搭嘎就对了，连接不上去。对，可是每一个人都在做这些事情了。对，佛没有这样教，那经教没有这样做，问题是我们习惯了就对了。通常有一个习惯，就用这个习惯来，就是做这些事情啊什么的。对，这样想起来会变成很奇怪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最主要讲这些笑话来做什么？其实就是要认识那个地道就对了。对，像喇嘛念经，有时候会带很多的，该怎么讲？对，手上有果啊，有名，对不对？身上也带一堆的，该怎么讲那个？
冠，佛冠啦什么，对不对？身上也穿很多，那个是绸缎吗？不知道。天衣啊，天衣，对。那念的时候嘛，像我们班上念的就很好，对不对？释迦佛赞，礼敬供养，真的是很美妙。对，那如果是去那些寺庙的话，就不是。这也不见得好听啊，那不知道要这样干嘛？为什么？你说呢？我就是想不通啊，所以就觉得干嘛要这个样子？很奇怪啊。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夏明远，我们有一些夏明远的同学应该会听过这些，对呀、是不是这样？但是有它的用，它发出那种口声，是吗？它是有它的用的。啊，对呀、学什么什么声音？对呀、他有他的用意没有错了，而且用意应该是很深远。可是问题是说，有时候就变成，对啊，像我们一直学菩提道、次第广论、学地道这些，这个时候的很多像三大寺的学生吧，就会骂这些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对啊，要生的是菩提心，那么用力的吼那个干嘛？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个有什么用？反正会说他们了，那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是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又不好听，吼成那个样子干嘛？好像蛮有道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上下密院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道理了。你想想看，他们自己把自己观修成本尊，比方说大威德金刚，大威德金刚的那个威力是那个叫什么？排山倒海嘛。对，根本就要观想成这样一个状态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身体观想成这样一个状态，发出来的声音，耶，那就会很奇怪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他的身体是大威德金刚的身体，那语言也是大威德金刚，就是气腾山河还是什么那样的一个气势的声音。对，所以如果发出这样一个声音的话，就有点像了嘛，对不对？有助于这些观修，就会比较像了。对，问题是说观的身体是那个样子，发出来的声音就是观自在菩萨，反正我们的那种声音就不对了。对，所以事实上它也有它的道理了，这样可以吗？那这些要不要结合在一起？事实上是要结合在一起的。对，所以很多我的意思很简单了，就是很多是对还是不对还是什么的。对，很多东西好像可以很容易全部都对，变成对的。很多东西其实很容易都变成不对。对，所以这些的一个要说理解嘛，对啊，像地道这些就会出一个很大的力量就对了，这样可以吗？总之就是地道蛮重要。第一，第二，就变成像福慧啦这些，我们要透过这学习地道来认识什么叫做福慧了，对，而不是用我们自己常有的这样一个态度或者是观念，对不对？我们因为大家都这样做，就跟着做，即使学了地道，也是跟着，对，就变成学的时候归学了。大家要明天要八关斋戒还是什么，所以要怎样？对，以前是怎样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是怎样？对，我看到上面也是怎样，所以这边可能要加一个什么，下面也是怎样，所以要减一个什么，等等等等。这样的话就，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学会了，所以带人家的那些东西是蛮好的，但是很多时候其实，如果可能的话，重点其实就是5到10地这方面的一个状态架构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所以尽量的都要能够跟这个，要是稍微可以搭配起来嘛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。那地道嘛，就变成就是三主要道这方面了，出离心、菩提心、空真相，对不对？
对，那出离心跟菩提心的话，教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不会的了。出离心跟菩提心几乎不用教，只不过就是要自己去思维。那反而我们教了那么多，反而就教坏了就对了，教到人家本来会的都教到变不会，变成这样一个状态。所以变成可能的话，就什么是出离心，什么是菩提心。那接着最主要是自己要去修吧，类似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反而是上了那么多，好像反而没有去做这方面的修行就对了。比较要学了才能够懂，比较要努力学的就是像空正见啊这些方面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问题是我们的话当然就讲一下了，重点就是说像地道啦、心类学啦这一类的，又会变成一个更加的该怎么讲，基础或者说必不可少的一些部分就对了。好像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对，那因为我们可以慢慢的上了，所以大家都一定要上好学会就对了。对，不用急着，太急，我们可以慢慢的上。那有什么问题，大家也可以讲一下。比方说上课期间吧，对不对？上课的时候该用什么方法啦，或者是怎样？以前因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状态，所以不大了解了，这些方面都可以讲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稍微合并意见还是什么。先休息一下。